各位街坊巴士迷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交通日常乜都吹，我係 CN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回顧下過去一年頻道嘅成就，同埋講下我哋未來一年嘅發展大計。首先喺2025年，我哋個頻道成功儲到534位訂閱者，累積咗1759個觀看小時，總觀看次數超過67000次。成績最標青嘅，肯定係我哋嘅究竟什麼事系列。第一條片究竟什麼是流水線有成2萬觀看。第二集究竟什麼是特快線都有差唔多1萬觀看，好多謝大家支持。仲有我哋嘅安達臣交通攻略係頻道第一條衝破1000觀看嘅影片，對我嚟講意義重大。過去一年我哋試咗好多唔同嘅路線介紹，好似 270B、H3、H4、81X、80M 咁，甚至膽粗粗試過講 Switch 2同紅色小巴嘅歷史。雖然後兩者反應麻麻，但至少令我明白到個頻道內容真係要夠專一先得。質素方面，我哋一直都努力升級，由最初用 Canva 整片，我會講下南區旅遊線之爭，好似急口令咁讀稿，到依家用 CapCut 做啲剪得靚啲、講得順啲嘅影片，希望大家有目共睹。除咗 YouTube， 我哋嘅 WhatsApp 頻道已經開通，會定期發放巴士特件、特別資訊同埋一啲交通界嘅奇聞趣事，歡迎大家加入。另外 CN 嘅 Discord 群組亦都已經投入服務，係一個俾大家交流嘅好地方。最重要係我開設咗 CN 交通週報，每個星期會將交通界發生嘅大小事詳細寫成報告，直接送到你嘅電郵信箱。想緊貼最新消息嘅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展望將來，我哋會有一個新報告，交通日常乜都吹會繼續做我哋嘅主頻道，主力出多啲究竟什麼事系列同埋一啲更深入嘅專題探討。同時，我會開始一個新頻道，叫 CN 行記 Archive， 專門用嚟分享行車記錄同埋一啲喺 Roblox 入邊駕駛巴士嘅片段。具體內容仲喺度籌劃緊，請大家拭目以待。好啦，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